差点忘了这两个好奇心爆棚的家伙。哎呀，这太不够意思了吧，正精彩呢。不愧是我们家林沃啊，这种时刻还能想到有监视器。走。早安。快递拿。行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打声招呼。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下次来是不是得有人管我叫外公了？爸，你真会开玩笑，太好笑了。干嘛呀？你衣服都穿得挺快。你们又重新在一起了？是，秦总。秦叔叔。爸，是这样的，我之前在电话里跟你解释过了，那封信不是高山寄出去的，他原本想好好调查这件事情，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伤害我，你别怪他。看我干嘛？高山呐，你做到了，我这女儿被你吃得死死的。对我来说，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让我女儿幸福快乐